我是王碧琴，苗栗县铜锣乡新基隆人。身为汉语宣传师，推广客家话，一直是我的使命。教细人的念汉语诗，是希望能够让小朋友重新喜欢讲客家话。原来到城南式的天堂钓光光的，是拍扬州细人的童年。热情的6年到晴天跳舞，离个野马野米作福的曲谱。也为无感伤的凤凰花，撒有一条树等新路70年，挂念深情的老家道。太叔唱起日头，留下一沓良音。素养下吱吱喳喳的细花的，是也6年来的神话故事。家东树安阳的慈祥，不过没是样板的傻唔得，清风锵锵的菜。晴天，西山港灯双离别，南登家东在100个少男。金色十国线，黑到童年梦都，天天的画出一个里程碑。家东树叶沙沙上讲，为下一站将将的风景，总看到吧细人呢。家东树唔单将牵动所有人的感情。韩国也按钮嘅年轻力，韩国爱代代相传下去。